欢迎光临墙内底厝，很好，也是菜单，我甲很小改嘛。好啊，迄日的小卤菜很不改嘞。我袂推荐头顶人欢迎的客家板头、姜丝炒太葱和泡菜牛片汤，酿起来真好食。这点列加芹菜，请卖参咸。冇问题，甲很讲哦。俩姜丝炒太葱是真好的菜啊！人讲寒天菜头热天姜，生活唔是双椒风啊！真好哦。系啊，食了鸡葱炒姜丝，而且冇人哋。姜丝炒鸡葱，很符天地葱哦。菜弄切切啊，款款食咯。口味是袂关系嘛？目睭好食，后摆要过来食。感谢光临，望很送了欢喜。